在地消息，苗栗白沙屯妈祖进香，今仔日是花鸾第3天，鸾桥来到彰化二水无偌久，就决对南投去。这嘛是白沙屯妈祖200年来行桥头一届入去到南投。妈祖鸾桥伫彰化二水的原集路口，看到妈祖桥正活行入南投，民众热情拍扑啊！白沙屯妈祖进香花场进入第3天，新历5月初6顶埔，妈祖鸾桥进入彰化二水无偌久，就行往南投去。这嘛是白沙屯妈进香200年来头届行这条路线。南投的当地人表示，一世人可能才一届机会拄到白沙屯妈祖，心情真欢喜。200年头一届，有欢喜无？当然欢喜啊！我结婚200岁，才进去拜了。阮南投汉尼拄到妈祖200年来第一届来遮，非常的欢喜，伫厝拢有设暗道。江天公表示，白沙屯妈祖伫1863年建庙进前，就去北港进香的记录，嘛会甲山边妈做伙合桥。今年妈祖新桥头摆行入南投县，中投伫边间的妈祖庙受现宫停驾，30多万的香灯卡伫4khu连灯休困，阁有济当地人来拜妈祖求平安、长命、闹财财。第一遍入南投县。第一个停驾的地点，就是咱民间寿元宫天上圣庙遮，嘛感觉非常的荣幸。咱今日妈祖选择这条元吉路吼，等下要应该是通往民间的方向吼。这嘛是100年首度头一届行这条路，大家嘛足珍惜的吼。妈祖新桥伫拜二下晡3点起驾，继续往边间的市区行，预计新历5月11这天回宫。白沙屯江天宫表示，因为时间甲路线的关系，妈祖毋捌行去南投县。今年回程的新路线，对桥班信众来讲，拢是新的体验甲挑战。记者杨淑晴南投报道。